大家好，我係Baby Nerd。咁今集咧又係呢個擊閃樂營啦。呢條片咧，大家會睇到點解我要揀 H145啦，而唔係其他，例如係 S130啊、GB145呢啲。對手係佢啦，就係。當然啦，佢要打贏呢個本身都唔容易嘅，係相對會好少少。雖然H145佢犀利嘅地方咧，就係在於佢呢個角，就算係打啲矮嘅對手咧，佢都會有輸出咯，就唔會話因為個高度而限制咗。咁所以咧，佢又可以可以改翻個145嘅高度去對付其他 BD145，又或者係有 E230軸心嘅對手嘅，但係又唔會怕呢啲咁矮嘅對手咯。好，多謝收睇。